好，开始直播吼。这个画面无出来，稍等下。出来啊！这个标语安尼讲吼，我们来这虾米人喊对话吼，可能是诉求嘛，可能是诉求的老母吼。伊讲你的意思是修行人，万般就有自己吗？讲是路互你吼，但毋是人人拢行会到吼。其实人袂能靠己，人袂当靠啦吼，家己也会拍算毋对。万般由自己，往往害自己。人因为无明就起惑吼，疑惑啦吼，就是妖疑。有惑就造业，造业就受苦。如此循环未断。这应该是老母讲，我即嘛只敢若求清心啦。标语讲，要清第八识的情志，就由思念处起。哇，这拢一寡佛教的一寡 term 我嘛毋知。什么阿赖耶识吼，阿赖耶识，第八识。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；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这应该是思念处啦吼。观心、观修、观心、观法。你现时便苦，初心不净，正是当下吼。说来这是啥物人讲我毋知吼。众生念头多，搁有一堆因缘材料。亿亿万个心识，共同幻想如何修常？修就是回报啦吼，常就是背常安尼吼。这是觉林菩萨记，这应该是读记吧？知影人大家讲吼，记啦吼，迄个记语。心如光画书，灵画诸世间，自然成一个娑婆世界来做舞台。但是鱼若线平就拆，即个地球是会坏灭的，就要趁早有下落，学佛才是倒不去学，才是下落吼。会当念佛，会当念佛啦吼。我的师父时常讲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所有的烦恼，包括大地山河，都是杂心妄想牵引生出来。无一直做心的路在，毋通一直做心的路在。放下停住，心若清，念不才现业，才有力量吼。心若清，念不才有力量。无加现字啊去。两人讲到遮，因老母就吐开讲，可叹啊！我算无福，也是有好啦吼，有好。到要死以前才听到遮个话吼，因为妙凡师的劝解，因老母到临去，就是临终的时，反转出去来平静。伊最后一句话是：阿曲，人死像久日爬壳吼，真苦真痛吼。果然医疗的不错，医疗上的无毋对。因老母3月节过身，还袂到年底，后母就正式入门咯。9个月吼。琴姨是牛条底人吼，只敢若大伊13岁，白白面容，正中一支鼻仔特别细，看命讲是偏房的相格。目睭，这边来讲，色较
较轻啦吼，目睭轻甲强要无看咧。时常又搁交话，甲两边拢无一致吼。迄一年是昭和10年，昭和10年是当时啊，1915加1925年犯吼，25年啦。伊大正是15年，大正我算算吼，大正15年是1926啊，嘿，1936，嘿对，应该是1936吼。昭和迄一年昭和10年，已经19岁。虽然读日本字一般的汉字嘛会认字，但是就踮咧店里帮赚大哥大小的事项。药店的生意中等，主要是准备的事项较开时间，像这是白，歹势我袂晓念吼，白芍吼，爱炒米糠吼，白术着爱炒红涂，沙仁着爱透姜来做吼，种种等等。初工只敢若请一个人，其他来外拢是工课吼。有一工伊当暗头咧整理药橱啊，大哥送药仔出去，忽然间有人入来，讲是请照厝远掠拆3贴吼。一般白水湖人讲话拢是亲好热络，吼，就是足亲切啦。就若敢若捌你捌几十档啊吼。啊，但是即个人呢，遮尔客气吼，细声，敢是外地来的款吼。伊并无举头甲看，只敢若看药方咧拆药啊，一看，顶头拢是红枫哦。歹势即其实查字典啦吼，我拢袂晓读吼。荆芥挂根姜蛙之类吼，我白直接空出白啦吼。正想的是即个人。伊咧想讲，哇，即个人应该是感冒。想知影对方嘛讲问伊讲，请教即味药是治怎样的病症？伊回答讲是驱风寒泻热吼。若讲若看咧，讲抑佫有写桔梗吼，桔梗花啦吼，桔梗当花沙参哟，沙参。酸白就佫讲，佫有加扫药啊，哦，真多谢。迄是伊第一遍看着凝胶，又直又正鼻仔，甲一排大喙齿，伊毋敢看伊第二目，其实毋是。现业结婚以后，凝胶才讲。真正第一遍是伫咧伊15号，啊，诉求13号的时阵，因小弟永定吼，就是永昭的小弟永定发烧，大人叫伊摕碗去抹羚羊，抹羚羊毋知啥物意思吼。迄一工生理好，伊去互叫出来斗骹手吼。大哥取羚羊角出来，甲抹躯，咖喱含水抹食。咖喱掺水外接啦吼，你倒像我白色的水互我吼，佮罩我3角晕吼，就是讲迄当阵的情形啦吼。3贴药仔了后，永昭又佮去过几遍，有时啊因大哥伫哩，通常是伊一个人一道去买笔盒吼。第二遍有2遍去买药仔，买药水，我毋知啥物叫药水。豆仔才对伊有印象。迄一年，伊22号，永昭吼，台北师范毕业，伫咧外地咧教册吼。伫外地教过，才转来即个白水湖公学校偌久。伊21号的时阵，大兄带兄嫂，新娘是东石村的人，快紧骹紧手吼，画面看喙，大目睭。是白水湖人一向形容讲是会当拍过18档，而且查人阵的角色吼，真欠卡吼。迄个热天吼，因为西那事变吼，西那事变有
注记讲就是卢沟桥吼，罗沟桥之役吼。第二年1月24号嫁互英娇。OK， 英娇的老母是歹势，我人佫几来哦。迄个热天因为支那事变吼，连续2年来，众人都咧传讲台湾随时有可能会去加入去战争内底吼。当人心惊吓的时阵吼，人心不安的时阵吼，迄当阵，区甲正式请吴人来提亲。第二年1月24号嫁互英娇。英娇的老母是左三叔吼。都三伯啦吼，定定大半暝来出去吼，就是定定3更半暝出门，天光才入门吼。因老爸伫咧镇公所咧上班，偏偏透早出去，晚晚才转来吼。有一个小妹嫁到县内吼，妹婿是制糖会社的职员。迄时英定还阁伫乌萨卡咧读医专，平常时英娇若去学校。大厝内只敢若剩伊一人，剩即个数学一人吼。结婚以后1年无代志，无事，1年无事。讲就是大家官甲丈夫呢，拢捌讲过半句重话。原本伊想讲，家己大概就是即种日子过一生吼。谁知影无偌久，太平洋战争煞忽然间发生吼。毋若讲物资开始管制。配给甚至传说讲，平均每3户就一个人会去用征兵海外。这可能伊对迄当阵历史无介理解吼。拄则太平洋战争拄发生的时阵，其实日本人是无爱互台湾人做兵吼，因认为台湾人无资格嘛。你是问题。啊，颠倒是台湾囡仔足生气的吼，讲凭啥物我袂当做兵吼？啊，所以迄当阵连韩国人都会使去做兵，但是台湾人袂使去做兵，所以台湾囡仔足生气。啊，后来伊就开放叫做志愿役啦吼，一开放，名额譬如讲我袂记几个啊，譬如讲伊要收100个吼，结果全台湾几十万人去报名，要抢迄100个名额。啊，后来伊海军嘛佫开放一寡名额，要互台湾人去做兵吼。所以这是太平洋战争拄开始的时阵的情形哦，毋是即只讲的安尼讲，一开始就要征兵啊，那无可能，伊一开始根本就无爱互你做。哦，你若有兴趣，你去比如讲你用海军特别志愿役，或者是陆军特别志愿役，你家己去 Google， 你就当看到我拄则讲的迄寡故事。我家己较早捌写一大篇的哦，找袂着啊，因无遐。好。OK， 所以咱继续念吼。伊讲啊，成绩传出讲，平均每3户就1户被征兵海外。这是战甲上落尾的后期啊啦吼，迄人欠兵嘛，开始征兵，开始走空袭，更加是魂飞魄散吼。防空壕围伫个公学校甲内墙那迄到位啊吼，小学校嘛有3个吼。走的时阵，人颠倒毋知要行啥，因为一路拢是水泪声吼。人已经惊到心肝无了了吼。真正足恐怖啊！声音足恐怖。英娇定定讲即句话，讲台湾人是去掠着双，大清拍败，甲咱挂日本，啊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人生气，二野来甲咱炸，这明明就是去互乌面的讲咧找白面的讨啊吼。万幸的就是空袭的迄3-4年，白水湖并无真大的伤亡。好，继续。现页。傅乐龙讲：诸天护佑，庆子拢落伫水池底吼，连声都无。数据对26号相比到29号就走这个走防空壕啦吼，走空袭啦吼。最后迄一年空袭根本就是无分离野，时尚解除警报才煞紧急警报又搁响起来吼。
因为迄当中本来是美国跳岛战争，其实本来是对菲律宾应该爱先跳到台湾嘛，对无吼？所以伊要拍台湾，要占台湾进前，其实拢爱先空心嘛，一定爱派空军先早甲恁人会拍，早甲袂拍对，再来占较安全嘛吼。但是后来就是马卡对吧？伊甲你决定讲，伊要先去拍迄个乌吉那瓦，所以台湾就让过去吼。但是一开始的空心嘛是有啦，就是拄则讲的这。迄时伊巴肚大坑吼，就是大巴肚吼。惊也毋是，毋惊嘛毋是吼。到顺哥进前10外工，因大家坚持讲伊爱留伫咧防空壕，吼，由营礁来飞吼。两个老的趁天乌的时阵，转去找食吼，等等的10项，10细啊吼。食物事的迄当阵是10项欠9项，好佳哉讲因大家因为替人长载接生吼，接生吼，人面看，尤其是靠大区田迄边山边咧做农的人吼，总是有米啊、豆一类的杂粮吼，听本因就对啦吼。伊做梦嘛袂讲，嘛想袂到讲，伫迄种非常时期，家己竟然食的是豆签面线2包，甲运豆油的番薯叶啊！伊3、2工就转去厝的一逝。安尼几遍了后，有一工人接到门口，巴肚内就开始咧抽疼，就甲因大家讲：我卡送，等下吼，若有淡水落吼，水落啦吼，淡水落啦吼，我无意出门吼，我无爱出门啦。伫咧路上较麻烦吼，伫咧防空壕我毋敢，意思讲毋敢踮遐生啦吼。因大家是30外当经验的散步吼，当然知影讲初产妇，尤其是即种个性的人吼，都头体嘛吼，伫人多的所在袂自在啦吼。你伤紧张啦，毋是你想的安尼，无遮紧啦吼。营招嘛讲，你无经验，听卡送的吼，若有啥物毋对，袂有啥物毋对啦吼。伊讲我真正毋敢，防空壕一堆人吼。话还要讲煞，警报又搁响起吼。即个时间要行毋行吼，着爱随仔决定吼。4个人互相对看一下，爸囝夫妇，搁咧大家新妇吼，大家同时做一个决定，全部留来陪伊啊吼。着安尼，伊对黄昏一直哀叫到半暝，讲哀叫其实嘛毋是啦吼，声音只是伫咧若后，还袂出艺做呢。伊家己伊的老母也是经过一般的疼痛，再来生伊。因大家嘛是安尼来生营招，每一个查某人拢受过一款疼心疼腹的苦，才来做人的老母。哀无助，生死一线。也好伊及早知晓来出力，家己的母亲并无吼。也好伊就出家嘛，所以免受即个苦啦吼。现业，女人为情拖磨，受苦无数，却不知原因为何。一代又搁一代，一世又搁一世，拖身揽命。敢讲就是阿好伊讲的，上他宿债吼，上他宿债应该就是欠别人的债吼。黑暗中看整个白水湖恬青无人声吼，不时有轰炸飞轮机报告，一个伫远远的所在，一个佫亲像伫咧身躯边。伊着用喙齿轮流去夹每一支手指头啊，夹到后来牙槽拢麻去，手嘛麻去。因大家一面甲伊吐气，一面安慰伊讲：免惊，无代志。较晚了后，
家家户户的窗仔门拢用乌布遮光，任何小小的光源拢不得泄漏。伊知影讲，因大官伫咧即个静厅咧上香，迎鸟伫咧灶骹咧看好烧下水，因大家点一支细细支蜡烛，就伫咧伊身躯边行动，伊的鼻息就是喘气啦吼，亲切又搁真熟悉吼。开2载半，毋通伤早生。即嘛春手不见5载吼，连蜡条都袂当点伤久。敲送，伊犹如来问讲：啊若囡仔即时落土，敢要紧？因大家笑讲：伊即时生，我着做阿嬷咯。毋过，若会当拖到大透早吼，当然是上好诶代志。热天诶早晨5点一过，天色渐渐光，人诶目睭才开始适应吼，还未准备好，伊忽然间像一团白色诶啥物快速诶射出吼，就是讲啊，无两个仔乌幕全收起，换一个清明天地在眼前，这应该是讲日头啦吼。昌德真是听阿嬷诶话，伫卯时诶早起啦吼，来生落地，阁无人会当料想会到，战争竟然伫3天以后，伫上目部诶即个扫射甲空袭之后来结束。做月仔诶时阵，伊才知影讲，因大家早伫半年前就拜托山顶诶人饲7、8只鸡，而且伫咧后院种一区红菜，一股红菜吼，菜谷啦吼，应该叫做一股红菜。这一丝红菜是你若要孔子碑是读做一盒红菜啦吼，一盒。但是一般伫咧庄骹最田诶拢个一股。外家即边大哥嘛浸一罐药酒加乌豆来吼，阁抹一两个杜仲粉。武人族心情嘛好，小聪德大了真紧。伊的胆肝心量无讲介汉草无介好啦吼，无介悬吼。因大家讲是细汉的时阵食伤侪人参的关系吼，白条咧。迎鸟太祖迄一代，阁算富裕吼。听讲做阿公的5年出去买面，因为不谙世故，就是毋捌世事啦吼，也袂晓拒绝，搁较毋知影讲要找钱吼，定若钱摕出去吼，店里就留一车大细项送来吼，有用无用不管吼，生意人当然考袂着你毋买吼，考袂着你买啦吼。像即般的少爷形事吼，渐渐到因老爸迄一份吼，就差不多剩空壳啊吼，开打去啊。因大家定定讲即2句话。不负人家诶子弟，一出世啥物无学着，就先去学晓用钱吼。搁较大诶产业，管他伊是金山、银山、银山吼，若交到一个只敢若会晓用钱诶人诶手里吼，不败太如何吼。伊诶胆肝一向寡言吼，就是话较少啦。面上是迄种诚寂寞，而且看起来敢若日头落山景致诶迄种表情，黄昏诶时阵迄种表情吼。独独抱着冲德诶时阵，人会变甲无共款样相，是一个上快乐诶人。伊就讲因大官啦吼。8、9月起，日本人陆续来离开阴阳归国啦吼。白水湖人有感伤，也有皱眉吼。受过迫害诶人当然愤慨，但是有一部分却是伊终生孝念诶人。迄寡教因读书明理诶小学老师，像伊共班诶义人，就是
Yamasaki 先生摕钱来赞助，互伊继续来读中学校诶。永昭诶母亲大概20岁。讲到这，我记得我细汉诶时阵，我定定看着报纸啊，阮迄当阵阮厝诶订联合报，伫咧第2版，有时啊，佫会看着讲啊，迄个因某一个学校对一届学生含因诶即个日本老师自残啊，即种新闻吼，我细汉诶时阵佫定定看会着吼。永昭诶母亲吼大概20岁。李鸿章去下关写字的第2年出世，我着马关条约，恁读个马关条约。因兜的姊妹仔本来全着爱白卡，日本人一来，逐家逐户一一去讲，两个硬拢来啦吼，就是无爱互人白卡。伊这对历史可能原来无介了解吼，这其实无遮紧吼，日本人。一来无随讲啊，恁一定爱剪头毛，你听到讲叫做断发放逐吼，要叫恁长发等于放卡吼。日本人无安尼做吼，所以你会当看伫咧日本时代初期，足侪人迄个伫尾流个伫吼，一直到当时呢，一直到差不多110年以后吼，就是日本人已经偌久啊，1895。10外冬，佮加走25冬以后，迄当阵台湾人本身就开始，伊当阵家己有一寡社团，咧杀即个观念啦，就是讲甲头鬃剪掉，甲主要是迄个啦，要讲莫白骹啦，莫有查某囡仔白骹安尼吼。所以迄当阵台湾人家己咧杀即个活动时，日本人就配合，就开始立法吼。嘛毋是立法啦，我毋知影是法律的行政命令，就是袂使白骹吼。迄当阵开始。就是会抓会罚啦吼，已经20几年后诶代志吼。小说家无咧插册啦吼，伊安尼写咱就安尼读吼。日本人一来，逐家逐户伊去劝说吼，两个硬拢有吼，袂用白骹哦，是已经白诶拢爱放掉吼，放骹。白骹影响囡仔发育吼，父母真忍心。从今以后，若头白诶，就掠父母去关吼。因大家听咧讲，若无即款，我哪有一双骹大家小项恁两吼，逐条路拢会当行过，拢有法度通行。因大家甲伊拿来拿亲近，逐工去接生，你转来就讲互伊听吼。做查某人苦啦。叫天叫地，山门开甲遮大，查某人竟然阁嫌100外，你无法度同房，另外找出路，是带细伊哦。是啊，别人诶故事吼。永昭阿公本来是带细伊，留来讲一句话，交代囝孙仔，爱记条，毋通袂去。伊讲：起厝无用一冬，起某无用一工，带细伊无用一世人吼。阿公留来才知醒吼，想慢啊啦，上人诶心毋免用刀，阿嬷一世人拢嘛无快乐吼。我厝呢阮阿母嘛讲做查某人苦，因大家有一对长长诶目睭，伊含伫吐气，但是每若讲到遮，就吐气讲，我有一个日本先生，这边来读，井上琉璃吼，井上琉璃。伊教我接生课，伊讲查甫人其实就像谭伯伯啦吼，蒲公英，只干若会晓甲精子压出去。往往是查某人伫咧承担情爱代价甲后果。伊教阮讲，受苦会当，但是袂当毋知影原因吼。因大家讲即寡话诶时阵，伊拢敢若有听诶份。讲情爱也未必全是，也无一定全部是啦吼。10个查甫人有7个，伊才无咧知影啥物情爱是啥物吼。敢若是一种求偶期诶行为利益吼。讲起来悲哀啦吼，就是生物需求尔吼。伊无想到讲30年接产诶生涯，
因大家早就甲人生解释到遮尔啊透彻吼。着讲真正诶真爱，嘛是牵半，这是读半半，就是人诶即个阻碍啦吼，也是限制啦吼。像你着阮永交甲冲着北调咧啊，我毋是共款，经过遮尔久，已经不同以往吼，含较早无共啦吼。即个诉求会知影讲，看一堆富人人受苦做诶吼，因大家长时间诶即种感慨之下，变成无限诶即个悲悯吼，悲天悯人吼。伊又搁讲，我7、8岁诶时阵，定定对阮阿嬷缀阮阿嬷去诗里吼，庙诗里听经念不落有一个真老诶和尚看我一目甲我讲一句讲，情重得如新。受苦无容易吼，到30岁以后，我有想过，是毋是无情就免受苦？但是照我看来，无情诶人并毋是真正看开，伊是绑伫另外一种五质，有我无人，有我无别人吼，家己一点仔利益，悬过任何人诶死活吼。迄种人是受另外一种苦。诉求迄当阵则无话通讲，所以呢是一人苦一项，各人受各人的苦楚。所以大家新妇两人的话，定定讲到遮。过年冬末以后，镇上的人渐渐自我来，海关、学校、镇公所、分局、农会、渔会、盐行，拢增加袂少对中国派来大陆人，就4、5年以后嘛吼。本来伊照顾幼囝吼，并无注意外界细细的代志，即寡拢是用照讲互厝里人听的。后来伊家己嘛发觉，伫菜市仔有袂少生分面。一来白水湖真少大埔人去买菜；二来白水湖有诶人食肉，有诶人无食，真少一买一大堆，先笑吼，先甲你欠笑，甲你欠，等月初薪水发落来，再搁还即种情形吼。啊，伫11个月会叫老爸，会叫阿公，过来是妈妈、阿嬷、阿姑、姑丈，上欢喜当然是阿公吼，就是即个伊诶当官啦吼。到14个月大诶时阵，伊就会当完全放手，互家己晓行路啊吼。所有诶记忆拢往往干若到遮，搁落，伊规个就拢硬去啊吼。迄当时一连人都强要活袂落，像头前是一个话门，即敢若留足话一个缝，伊一定爱开过去，才会当活咧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伊是一个死人，所无共的是，伊加一寸气丝。但是即寸气丝，就是1947年嘛吼，2年后尔。即遗弃伊每一日拖着生命而已，伊亲像一个无魂活尸，只敢若会当行来行去，迄种苦痛无经过的人难得理解。现在想起来，也毋知迄时伊是安怎回魂，可能是因大家，嘛可能是阿德。崇德迄年3号，讲3号是台湾式的算法吼，其实事实上才19个月大吼，是2月春分进前228吼。天气变化无常，迄几日也毋知为啥，营鸟根本无爱讲话，空气沉闷，人的心情嘛是共款沉重。营鸟平常时毋是安尼，诉求感觉讲，伊敢若像换一个人，像敢若换另外一个人吼。一坐就是2点钟，无半句话，含伊讲啥，敢若大梦初醒安尼吼。迄一工，伊半暝才起来替阿德伫牵被，到3、4点，一阵落门声，伊若醒若困，听到2个老的去开门，然后3、4个穿深色衫裤的人撞入去房间内，因讲的话，伊一句都听无，反伫
伊看着迎鸟去用头前叶后价，安尼甲压走。数据其实袂使去想即项代志，因为特别伊生气，伊若生气用剥一层皮，全规身躯皮扯，无法度控制，血水也擦擦流，迄种疼毋知谁会知，而且有一viên大石头缀伫伊心头，家己敢若像去用崩过细粒米芳，伫咧匆忙啥直接要来讲，伊找着一领厚的链袜互伊，然后伫咧伊即世人，就无阁看到鹰鸟咯。伊捌听人讲，海水是规个世代以来所有有情生命所流的目屎所累积所成。毋若是人，牛仔放袂要牵走的时阵，牛母牛囝所流的。牛羊备胎进前所流的，狗听妙法师上经嘛会流目屎，所有的生灵伫咧生离死别所流的目屎，早就变做迄片海水。无量劫来，众生已经流这么多目屎。妙法师来过一遍。伊安尼来苦劝，伊的话伫咧伊的耳孔里，有时仔入，有时仔出，并袂当真正来停止伊的悲伤。即几年以来，伊所有的目屎，若自活起来，可能会甲伊家己拢淹过。世间会当形容伊心情的，又阁是叨一句呢？一天过去，一个月过去，因迄时。还阁抱着希望，然后春天过去，轮到热天，日头出来也哭，月亮出来也哭，一季过去，煞则是半年，一冬等无2冬，阁落去3年、4年，上可怜的就是完全无望，但是家己却毋知。到后来，伊豆豆仔觉醒，鹰鸟大概无可能会转来。伊变做较少哭，但是全心意识还是咧等即个人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死。总无讲即个你好好一个人，自头到尾无声无息，完全就自即个世间来消失。上歹拍算，总是会留一把骨头互伊。崇德上小学的前一年，白水湖千山内搁较侪讲中国话的大陆人，原本是用旧台票，嘛改做新台票，纸顶印一个人头，印一个人头，众人拢将即项叫做孙中山。自此，伊的担官已经失心，无阁四处去探听鹰鸟的下落。伊闪闪又阁，这是讲因担官吼，担官真算真猥琐吼，的身躯含伊的喙吼，含无讲吼，紧紧闭关合闭的嘴吼，拖一双大目镜，哭哭吼，无论行到啥所在，伫每处拢像你踏着伊的心肝。会当想见讲，像因担官即款，白一碗饭就爱煮甲就是敢若3分钟即种急性的人，拄着即种问心气绝的事，伊无着病是要安怎呢？前后10几年，一个从来毋捌生苦病痛的人，就安尼直直来倒来。过身以前，因大家叫伊到面头前交代一寡话，讲因众人拢讲我是郁卒死的，你讲咧？诉求安慰伊讲倒送，莫讲遮个话啦，啊得阁需要阿公来牵教呢。
诉求，你听我讲，以早我是真有罪，不过现在袂咯。你想看，因伫咧猪年杀人，杀的是无辜的人，到牛年、虎年就失势走路。像即款，你敢讲天无天理？迄时伊连食食汤药都拢厌去，偏偏出大气力来讲话。倒上你人袂开我，莫讲这啦。我就是囥伤久，才会即款啊。阿巧啊，你着爱记咧，我即个心愿，你替我完成。倒上，你好好照顾崇德，凡事家己保重。无论发生啥大代志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好好活落，流两个目睭替我看。听到遮，伊的心肝该酸。白水湖人骂人上重的一句话是：迄种人出无好行顺。阿巧，你爱食到七老八老，替我看详细，即句话有影无？因担肝便当的时阵，迎叔迎定前后转来。迎朝出事的出代志迄一年，迎叔转来规半年，陪伊度过袂得天光的日子。迎定甲何美，伊是第一遍看见。迎定留西装头，鼻仔真悬，两眼有神，挂圆目镜。因弟父是哪？东西啊啦吼，是台北郡人，两人是乌萨卡班衣的同窗，看起来真匹配。永定讲，日本战后破败，正打算要转来台湾的时阵，大哥发生的事故，倒送和我丈人拢写批阻止我两人转来。何必嘛讲，倒送和阮老爸寄去的批，拢写相款的意思，暂时莫叮当，暂时毋通转来就对。谁知影迄是幸还是祸？伊和大家拢无话通讲。永定又阁讲，大哥出代志，我和何美无转来，安慰两个老的看顾阿嫂，实在是不得已，真袂得过。有为人之常情，真痛心，请原谅。何美负声讲，是真袂过心，真不对，真讲袂得过去，真失礼。大家安慰两人讲，袂得过嘛，一定过啊，嘛已经过啊，恁两人免花心啦永定讲，好我好好一个阿兄，无留半句话，从此无去，啥物人会甘愿？何美讲，大哥的代志传来，永定伫咧日本3日2夜袂食袂困。因大家吐气讲，拄着坏人，先讲嘛袂得，先来讲嘛袂得吼。若像恁倒伤家己，何见苦呢？你家己做医生，恁倒送的病，你两人看是怎样？敢有毋茫？两人拢无应答。停一下，永定才讲，倒送自少年就即款，性地急，凡事有咧毋讲。即件事遮尔大，因哪会堪入？真正无法度留半条路通行。真老母问的吼，肝的问题较严重，较麻烦。除非大哥又搁活过来，伊有心病啊，两种交集吼，无人有法啊。讲到后来，诉求也哭，大家哭，何美你哭，永定嘛流目屎。永定讲，当初时我离开白水湖去读书，是希望讲学业完成，转来乡里，一生到老，就看会着故乡的海水。谁知今仔日无人逼我却毋愿留咧。为虾米是即款呢？白水湖明明是我日夜思念的故乡，我住袂落去，我无法度伫遮住，伫因还袂还我一个公道以前。
因大官过身的时阵，一直到百日以后，永定夫妇才依依不舍，返去东京旅居。临走进前，因大家交代两人讲：一时你若野线流浪，不管时转来，东京外乡总袂当带一世人。永定讲：我嘛袂晓讲，其实谁无爱转来，但是无办法，我的伤痕也袂好。大家一时无话讲，诉求就讲：厝呢遮尔大，你随时嘛会当开诊所。我知啦，所以你免看伊。大家又搁想起讲，永定细汉的时阵爱耍的一粒甘露，我搁收地，一时想袂起啥所在，等找着就甲你寄去。因夫妻要走进前，再三讲是等冲得大汉，敲送甲阿嫂永续，就烧酒来日本大一站。想着硬心，有一寡事莫想也罢。永定走了后，因母仔囝就此甲大家相依为命。诉求定定咧想，若毋是有即个大家伫咧经历永交事件以后，伊毋知有本事通活咧爱偌济勇气，全是大家互伊的。永定转日本，陆续又搁寄钱转来，因大家交伊当然无收的礼，迄是永定要友孝你的。因大家讲，我即个药箱若歹叮当，那着需要伊甲饲啦吼。囝饲老母天经地义啊，你有你的，你有你无，伊拢嘛爱互你，并无过分啊。伊批呢有讲，有一部分要互崇德日后教育费用。得搁早咧，你毋知，伊早伊伫乌萨卡迎招名额级，定定嘛会寄互伊。伊讲，这嘛是份内事吼，兄弟至亲，即嘛大哥无去，伊斗出来嘛是应该。你莫向我杀来杀去啦，搁你分你的我的，你暂时甲收的，我若有一日有半日无伫厝诶吼，我若一日有半日无伫厝，互你稳当吼。就是我有一工若无伫厝呢吼，互你稳当。因大官过身迄一年，大家57号，伊37号，以后因每一年甲伊做记。自从大官无伫咧，伊就开始暗时都无出去。其实是要含大家做伴啦吼。我嘛有好啊，也半退休。白水湖现主时有加3个少年助产士开业，3个拢是我替因断载。100年20号，互你学校毕业咯。是啊，加送半暝出去，我嘛烦恼。好天就好，若透风落雨，风台天，因大家接生的经验侪吼，甚至有懒散的，会当伸手入去，顺利帮助产妇来产出吼，来生囝啦吼，免讲送到大病去开刀。教送即招厉害，手爱真细啊，一个细着爱加经验。若是懒散变顺遂，逐个拢嘛偌欢喜。遮尔侪人，你印象上深是啥？我独上受气一个人，生一个11娘啊！你是讲生11个查某囝？是啊，生遮多是安怎饲会饱啦？伊竟然讲要搁继续，若无后生出世吼。伊绝对袂煞啦，因先生嘛无爱听啦，连伊着听甲硬去吼。即种人你要气死互伊，真正是上米700样人。自嫁互永交以后，尤其即几年，伊愈看因大家愈意爱吼，愈介意吼。伊迄种凡事袂乱心、做代志行踏的款式，可能是因先天父母成就。也可能是接生
骨内训练出来，伊的圆面，伊面圆圆吼，任何人看着无，着看无伊内底的优秀吼。独独伫个因担杆咧做机的时阵，伊做歹煞，响一插，放声一听放声一哭啦，才是惊天动地吼。伊一哭，诉求才知影讲，伊毋是无目屎，伊是全时欠起来吼，到时像放大水，一困啊做一个放掉。伊若是变性，我才袂哭。伊讲即寡诉求偏会酸吼，伊是好好一个人硬拗长的，若讲到遮，诉求就陪咧哭，一冬一冬过，永鸟绝无音信。因有几落年无去要永鸟的任何下落，到第13年开始。担杆做机的时阵，两人参详，也摆一张伊的相片伫咧听头。伊即嘛袂当无法度听伊咧哭永鸟。第一遍，伊听伊念讲，袂捌用你中流水，随地开水倒头流吼。伊听老母安尼讲的时阵，规个人就死死昏昏去。即两句看有无？未捌用你中流水，随地开水倒头流吼。就是应该意思是讲，少年的老的无死，少年的死啦吼。啊，所以变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嘿，就是即句意思安尼吼。好，27分剩3分钟，咱今仔日读到遮啦吼，心情较沉重，剩3分钟。好催泪哦。安尼吼，足感动吼，就互你心内感。这有几句拢足厉害啊，好厉害哦。其实我若无记毋对啦吼，我迄当阵看即本小说，哇，我尤其是后壁，我头前佫即种佫无。后壁写感情的部分，哦，我真正看无法度控制目屎直直流吼，迄种足深的迄种感情，伊写啊足好。好，安尼咱后回吼，因为即满我昨学着讲，咱会当开迄个公共房啦吼，啊，所以我着以后吼，我着会开公共房，就是当我家己的壁顶开房啊。朋友逐个拢看会着，所以希望会当搁较侪人入来听咱读即个白水湖春梦吼。啊，真正感谢 Marina， 我甲你借房间哦。来无张持啊，去无消息哦。即个我以后就是伫咧家己即个，我伫咧台湾漫谈会打广告啦。啊，但是我直接开时间一到，我踮咧即个公众房来开吼 ，public room 啦，逐个拢会当入来看，会当入来听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日是算借即个 Marina 即房间，算应该是最后一遍吼。感谢，真感谢 Marina。Marina， 你有甲阮，你要甲阮讲几句啊无？我真感谢你呢。毋知你有介意阮读的即个白水湖春梦无？哦，可能无，你无伫。好，安尼，敢有啥物问题？哦，留足侪芭比帮咱做足侪笔记吼。感谢你，我等下再逐逐看。啊。若无啥物问题，咱就后回再来读吼。因为我昨也是昨日我看迄个台湾记的迄个网站吼，游玩是袂当入去吼，所以变成我敢若有法度读即本甲迄个车内百合花。车内百合花，我拍算要浪过迄寡迄说教的部分，我读甲你感觉足艰苦。吼，我到时看我直接有剧情的部分才开始读吼。啊！但是我拍算要甲白水湖春梦先读煞，因为白水湖春梦其实无介长啦吼。总共323页，咱已经读700页去啊吼，所以已经读1/3啦吼。今仔是第4遍，所以加计是读到12遍吼，就结束安尼。好，安尼今仔日到遮吼。
芭比讲有啥物话要补充？无，无吼，安尼到遮，感谢各位，我来开房吼，多谢。好，嗯。好。